虹系列上星期登陸咗韓國首爾啦，帶咗兩款翻嚟同大家一齊開箱。今次呢個系列咧就係宇宙做靈感啦，設計咗一系列嘅外星元素公仔 ，total 咧有8款。入面咧仲有一張任務證書，呢度仲可以印自己嘅名。佢仲送咗一 set 貼紙同埋一個同款嘅 pin。貼紙咧係佢哋今次系列嘅唔同角色。首先咧呢個就係 UFO， 有腳仔嘅 UFO， 勁可愛。一樣啦，同款嘅 pin， 呢款係我最期待嘅。超可愛嘅外星人，佢呢隻綠色都好靚咯。呢手腳係可以咁樣揈下揈下，咁樣，哇，勁可愛啊！今次 Jellycat Space 嘅韓國發線去到下個月嘅28號，所以嚟緊會去韓國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去留意下。今次呢個太空系列你最中意邊個角色咧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